而且马现在开始我们的声量变很高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说，我们是那个平台是不错，WHO 有一个平台那个是不错，大家能够很快的就了解，能够进去。当然是好，可台湾真的也没有必要说卑躬屈膝的要进去。可是那个很讨厌你的那个政府叫做中国呢，他一直骂你呢。听说他们怕你将来选总统，所以就要把你骂垮。你今天要去给？如果是担心这个事情，我想他们就不用去担心哈。但是，我想我也非常。他们为什么要骂你？你有没有想出来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呢，我就那天讲的话有一个稍微比较他们正确的，比方说相互取暖这个话。哦，习近平的。我是说在这个等于是秘书长开会那一天他们就对那天 WHA 嘛那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备受检验，其实这也是事实嘛。那句话得罪他。那所以他们两个相互取暖，这样相互取暖很听着不舒服。那为什么他们容易隐匿这一情？但不是刻意的。OK。因为国家很大。对他下棋要上达就很难。然后你谁先爆谁倒霉。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集权的一个统治，跟我们这个由下而上的民主体制不一样。这两个体制的不同，加上他们讲说是地大物博嘛，所以就最后的结果会造成自己利。所以你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一定是刻意的全国故意隐匿啊，你也不是这么的恶意啊。他不是那种由上而下下令去隐匿，我认为不是这样。我认为是因为地方很大，那集权的统治，那下棋不敢或是没有办法上达，所以最后结果就是变成数字是不正确。但是我们需要他们，我们有一天也要让他需要这我们。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有这可能性。对，而且马现在开始我们的声量变很高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说，我们是那个平台是不错，WHO 有一个平台那个是不错，大家能够很快的就了解，能够进去，当然是好。可台湾真的也没有必要说卑躬屈膝的要进去。全世界以前我们在去 WHO 之前，我们要拜托人家。而且他不让你进去，你们是讲不人甲。对，现在仍然是。人眼相对，现在还是不人甲。仍然是那。真的是倍尝艰辛。但是今年是很多国外的大的媒体，都来邀稿，希望我们给他稿。以前是我们要拜托人家登。真的那现在人家来邀，而且我看有些不喜欢你的媒体，还是说你自己去投稿。对，但我们也投稿，可是人家那你登不登啊？对不对？有些是来邀，那有一些你登下去就要一直追啊。我今天投了稿，你们媒体人都知道啊。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去，那我们的外管就要一直问说，那什么时候登啊？是不是有可能登啊？今年是不一样。那今年大家就分明说一定要登，那你赶快给我，赶快给我，我们要登，而且都是醒目的版面，都不用。不用了，这不用，大家都可以。座位都不用梅花座了，高铁对，座位大家就照着座位坐了。解禁的时候就是座位全部照着座位坐。那自由座也可以卖，但是要卖到说有点像超卖这样子上面要站的人，那一定要有一个相关的配合。那你就不要一直这样子一直吃嘛。像电影院那样的小小的吃我不反对，像那种打棒球，如果它全部到非常多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在目前来讲我们还不要。但是呢，在6月7号之后，我就让各主办单位自己去。6月7号以后，棒球场也都可以全部进场了，1万人就1万人进场。对。也可以卖便当了，不必卖有酒精棉片的便当。有酒精棉片便当很好啊。对。好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以后的生活就要有防疫的概念。对，就把它内化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生活不要隔板嘛？什么时候我们去餐厅吃饭，像以前那样子啊？根本就不要 care 这么多事情，什么时候可以？有疫苗嘛，或者非常有效的预防的药物这样的东西。阿雷瓦固，你知道这块科还进步。真的那所以可能要1-2年呢。有这样的可能性有这样的。